作母语教室给多罗的比那瓦那伊嘎鲁了吧。歌就是讲原汉爱恋嘛，这个歌名叫《假不答应无奈》。然后为什么会写这个歌？就是两个不能被答应的爱情。然后我的歌词里面写的是原住民跟汉人嘛，或者是像很多外配啊、陆配这样子，也都会有一些无奈的状况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学，当我们遇到这些无奈的状况的时候，还有了解以前的人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世代都会遇到无奈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都是喝一样的酒？好，那这是我们的同学，因为他最近刚刚新婚，所以他等下会教我们多。我们的拉布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，好，欢迎阿布，然后以及我们的教母 Rolling。我先学几个单字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聊这些单字背后的故事。但首先第一个就要先从无奈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念吧？预备起，假古代里，假古代里就是无奈或者是该怎么办呢？再来是不喜欢，Sukaram，假古代Sukaram sun jangan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你不喜欢，你不爱我。对。情人这个字很可爱。好，情人哦，suju，谈恋爱，suju，再来是婚礼。完了，在东台湾来讲，老公、老婆，完了就是举行婚礼。这个北台湾啦，中台湾也是讲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也是老公啊，老公老婆。好，所以婚礼简单来讲，如果你今天在台东的话，你就可以讲巴布巴摇；如果你在屏东的话，你就讲巴布这个。对，这个两个都是婚礼的意思。好，讲到婚礼呢，就是排湾族它有很多的规定，然后最近刚好我们有一个朋友现场，就是他才新婚不久。对，我最近3月完婚，新的人妻，排湾族的结婚礼俗是比较繁琐，对，跑步又特别繁琐，因为它其实是同节节，它的办的很多天，像比方说像我就是一般人，我是普通的，我是土地的子民，然后所以我们的有一些流程上比较简化，然后比较不用那么多天，然后还有我们在办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不用经有那么多人的同意啊。或者是不用召集这么多人。部落领袖阶级的话，像丽君这样子的话就不一样。要谈亲事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慎重。然后我要先说，虽然都是排湾，但是北中南东都不一样。我的老公是南排的，跟我们中排的那个文化差异其实相差非常的大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光谈亲事我们就花了蛮长一段时间。那你是巫商吗？对。所以如果要娶你的人，他必须要入赘，对不对？就我们这边有入婚的制度。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入赘或者仪式感觉是有点过时，不是以前才会发生的事情。可是真的在2020年，就是现在 right now， 真的很多人还是会维持这个传统。关于就是聘礼也是，以前的人其实没有什么聘金的概念。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不是钱。对，聘金我们可以谈，但是聘礼一样都不能少。所以他聘礼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？比较常见就是大铁锅，是它另外就是成家的意思。对，比较贵重点就是有瓮嘛，对，瓮很好补，对，瓮真的一定要有，我普通人也是有，不可以省略。如果你要娶排湾族，那这些价值观的不同，也是因为它在传统非常意义的。一般来讲，就部落的人还健在的话，他们其实钱跟这个比起来，他们会要这个比重还重要，就是这样子啦，哦，不要怀疑，说叫我买那么多香蕉干嘛？你就是买哦。如果你此生有机会，一定要参加一次排湾族的传统婚礼，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会有传统婚礼，然后也会有宴客，这两种都很鼓励大家去参加，去认识看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阵仗。我最喜欢那个阿豹的公公讲的那一句话，公公讲什么？不要乱叫。你公公讲那句话，我真的听得很感动。不可能有公公的粉丝他就讲说，我把我儿子送给排湾族了。哇啦，真的严重性哦，祝大家都幸福。我觉得就是要找，不管你是不是什么族，其实你看，像你就算是同一族的时候，家人不合，还是价值观，还是回到价值观最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有关跟爱情有关的字：无奈、假不答应、不喜欢、Sukaram、情人、suju、谈恋爱。
给苏九，给苏九，婚礼第一个把补完了，把补完了，第二个说法。把补这个，把补这个了，看到这个苏九真的很喜欢哎，我想到一首歌《情人》，情人，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？我的年代啊！